歡迎收睇《邁進北部都會區》特輯。內地改革開放40年，深圳由一個城鄉小鎮搖身一變，成為全國其中一個大城市，更加係創科企業嘅集中地。港府發展新界北部，提出雙城三圈嘅新概念，就係睇準毗鄰深圳嘅地理優勢，期望可以帶動本地創科同物流產業，打造新嘅經濟引擎。但係要加快兩地融合，就牽涉到交通、環境、規劃、法律以至社會制度等等嘅議題。究竟香港同深圳兩地融合所衍生嘅問題應該點樣解決？新界北部嘅居民喺面對呢個雙城三圈嘅新格局，工作同埋生活上面又會有乜嘢轉變呢？合聯環火車 AR 個效果。鄧文俊從事電腦程式設計，4年前佢自己開公司，以簡稱 VR 同 AR 嘅虛擬實境同擴增實境技術，為客戶提供系統開發服務。Hello, I am Jonathan. 好似呢個應用程式就係為一間學校編寫，專門教小朋友認識海洋生物。譬如話間 scan 一個海龜嘅圖案啦，咁你見出現咗個3D 嘅圖形出嚟嘅，咁你見佢係立體會喐啦。之後咧，佢就會介紹翻呢個動物嘅一啲生態啦，甚至一啲英文嘅。公司開業第2年，適逢中央提出多項措施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鄧文俊就喺東莞同珠海分別成立研發中心。你見到其實大灣區係一個幾傾向香港人同澳門人嘅一個政策嚟，尤其是青年嚟嘅。哦，原來你一落地嘅時候已經有若干嘅可能補貼啦，或者係資助去幫到你嘅租金啊、人工啊、居住啊，甚至去見客，甚至係宣傳推廣嘅成本，應該係比香港低好多。史大人，如果可以嘅話，我也想你開那個視訊。依家公司喺香港主要做設計同研究，內地就專門負責開發同生產。為咗工作，鄧文俊之前經常要往來兩地，不過因為疫情嘅關係，目前只能夠每日同內地同事開視像會議，商討工作安排。佢話過去幾年因應大灣區發展，令到深港兩地無論係創科、物流甚至金融業，喺資源或者人才上嘅交流已經越嚟越頻繁。今次政府推動北部都會區計劃，提出雙城三圈嘅概念，將會進一步加強兩地喺經濟上嘅融合。所謂雙城三圈，係指由深圳同香港組成嘅經濟區域。三圈由西至東，包括咗深圳灣優質發展圈、港深緊密互動圈同大鵬灣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當中除咗東面嘅生態旅遊圈之外，其餘2個圈所涵蓋嘅範圍包括深圳前海、福田、羅湖、香港嘅新田、洪水橋同廈村等等，都係深港兩地推動創科產業合作發展經濟嘅核心地帶。北部都會區其實係留意翻佢每一個區域裏邊係做緊唔同嘅目標，去對接緊大灣區甚至係深圳裏邊唔同嘅一啲產業鏈，所以我會咁樣認為係北部都會區係能夠再去優化或者深化咗大灣區嘅呢一個規劃。一直研究本港經濟轉型嘅鄧希偉認為，兩地喺產業上加強融合，可以發揮協同效應。香港可以協助大灣區城市增強國際競爭力，而內地喺製造業嘅經驗就可以幫到香港發展創科，進行經濟轉型。其實好多人過去嗰10幾年都係話香港個經濟比較單一，着重喺金融同埋金融有關嘅專業服務嘅方面，貧富懸殊大家都係香港見得好清楚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嘅產業比較單一，亦都係欠缺咗一啲中層有向上流機會嘅一啲職位咁樣。北部都會區嘅建設多方面都係令到成個空間多咗機會，可以令到香港經濟轉型，唔再太過依靠金融或者專業服務。
不過佢認為兩地嘅法律同專業制度唔同，融合過程將會面對唔少挑戰。譬如好多廠家佢喺香港發明咗一樣嘢，喺香港生產咗少少，但係想拎去大灣區有一個更大嘅廠房去生產。咁啊發現原來香港有知識產權有保護，去到國內要另一個嘅專利先至可以保護佢喺國內嗰個生產嗰個權利。咁譬如喺知識產權嗰方面，其實係咪有啲嘢可以優化？假以時日，我相信會有好多程序上或者法則上嘅嘢會多啲嘅磨合令到個營商環境更加方便咁樣。除咗法制上要磨合，北部都會區仲計劃增設口岸，又會興建橫跨兩地嘅港深西部鐵路。喺規劃同配套上，兩地融合又會遇到乜嘢問題呢？同深圳羅湖一河之隔嘅沙嶺，早喺2012年因應本港骨灰龕位不足，討論興建超級殯葬城，分階段提供20萬個龕位同火葬設施。計劃喺2017年獲立法會撥款做平整工程，原本預計今年落成。不過特首舊年發表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策略嘅同時，就表明沙嶺計劃只係保留靈灰安置所，唔會興建殯儀館同火葬場。事件一度引起爭議。關注項目發展嘅謝世傑認為政府同部分議員改變態度，係因為深圳嗰邊對殯葬城規劃有意見。一路討論緊呢個嘅沙嶺作為一個大型嘅骨灰龕場咧，其實當其時嘅議員都係支持嘅。有兩方面嘅原因，一個就係話即係顧全大局啦，即係公營龕位不足。第二個咧，鄉事派嗰啲咧就更加認為咧呢啲嘅殯葬業咧可能會帶動到當地嘅經濟。直至到去舊年3、4月之間，就開始咧又有人講係話因為羅湖嗰邊啲人咧反對，所以咧就應該咧將呢邊嘅規模縮細，而且提出咗呢個其實新界咧應該係一個北都會一個發展。支持縮減殯葬城規模嘅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解釋，改變對沙嶺計劃嘅睇法，主要由於覺得北區有更好嘅規劃，深圳嘅意見只係用作考慮，唔出現受到干預嘅情況。就喺北部都會區提出之前，我哋都覺得其實沙嶺嘅地方可以有更好嘅規劃同埋發展，而喺北區裏面亦都有其他嘅地方咧更加適宜係做一啲嘅殯葬嘅設施，例如和合石旁邊嘅地方。深圳香港一條深圳河之隔，其實兩地好多嘅建設都互為影響嘅。其實所謂嘅融合，只不過係喺個政策上面，喺個規劃上面咧，互相去協調多啲，互相去考慮多啲。學者宋立功就認為喺北部都會區計劃提出之前，深圳同香港雖然互相比鄰，但係兩地政府喺規劃上溝通唔多。殯葬城嘅爭議正好反映咗融合過程中所出現嘅矛盾。香港嘅官員咧，一不嬲都可免則免啦，驚咧就可能會講錯咗啲嘢啊。咁深圳嗰邊嘅官員咧，其實亦都咧係即係有好多嘅即係戒慎戒懼啦嚇，因為香港嘅好多嘅議題咧，中央有嚴格嘅規定，唔係你可以妄議或者講嘢嘅。呢個咧係行政上咧，大家係區隔開嘅。香港有香港呢個一國兩制嚇，港人治港嘅體制。公共行政咧，好多嘅做法咧，唔需要考慮太多深圳嗰邊嘅。相互溝通固然重要，但係謝世傑認為香港應該保持一國兩制嘅特色，掌握自己嘅規劃，先至可以發揮北部都會區計劃入面期望見到嘅經濟優勢。呢個優勢佢個獨特性係有幫助到，如果喺國內嘅發展嘅話，其實一個好重要嘅窗口嚟嘅。如果一個窗口佢嗰個嘅制度同內地嘅一體化之後咧，其實香港就冇咗佢特色，亦都冇咗優勢。呢個一路我哋都講緊，點解要強調維持返一國兩制？我哋冇反對過係一國為先，但係你兩制嗰個制度咧，更加係要鞏固。
既保持體制，又加快融合。雖然深港兩地經濟越嚟越接近，但係彼此嘅文化差異又會唔會影響兩地居民嘅互動呢？我哋下一節翻嚟再睇。白蘭氏蟲草雞精，一樽 CS4 腺苷含量等同47支野生蟲草，令你瞓得好。想自親新一年都有好精神，首選白蘭氏。我係喺度長大嘅，即係個土生土長嘅上水人。依家同我細個所認識咁，當然係好大分別啦。自從即係啲水貨店多咗嘅時候，咁就好多小店都即係啲民生小店都逼住走咗。無論係水貨客爭議，定係跨境學童同新移民問題，北區嘅上水一直係香港同內地融合過程中最先感受到嘅地方。31歲嘅阿蛋喺上水長大。2012年水貨客爭議爆發嗰陣，佢正住喺水貨店林立嘅新康街。即係條馬路往市後面呢一度呢，佢係會即係擺滿啲卡板或者貨，咁人呢一定要行出嚟馬路呢一度，先至可以順暢咁繼續往前行。如果我哋唔想喺新康街裏面，即係同啲人、同啲貨、同啲車喺度逼嘅時候，可能我哋會行巷仔街。咁但係有時做完生意，咁就可能會就咁將啲垃圾啊、紙皮或者啲膠膜就咁散喺個地下啦。咁啊，有時仲會見到每人隨便大小二便嘅。呢一啲問題就係造成呢啲水貨店或者水貨客同本身嘅居民有一啲衝突啊，或者啲爭吵嘅原因。可以分啲過去對面，之後彩園橋呢度可以企一個。阿蛋舊年同一班朋友籌辦咗一份地區報紙，關注北區嘅民生同發展。小姐拎問睇下，我哋社區部成員阿 Jo 今年20歲，細個嗰陣係跨境學童。佢話當年嘅深圳喺生活上同香港有好大分別。隔咗個關口啫，但係好似大家個文化或者係講嘅語言點解咁唔同咧？中英街嗰度特別亂嘅，即係好多人踎喺度啊，即係好成地都係垃圾啊！但係你一經過嗰個站口咧，就好似香港同大陸係兩個世界嚟嘅。拎問睇下，我哋社區部時代唔同，深圳經過多年發展，經濟上已經追及香港，但係阿蛋擔心文化差異，再加上北區配套不足，兩地要加快融合，難免仍然會出現矛盾同摩擦。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佢係必然會發生嘅事嚟，係唔知佢有幾快、有幾急，同埋佢點樣平衡翻呢度居民嘅生活空間。佢個願景係好靚嘅，係啊，咁但係單係一個9卡車服務上水站同埋粉嶺站嘅人，每個朝早可能都已經好逼爆。咁嚟緊個北部都會區，佢係咪即係能夠疏通到咁多人呢？大家好，聽到嗎？大家好，聽到。楊偉坤係一個支援新移民生活組織嘅總監。佢話：當年北區水貨客嘅爭議，主要係由於當局冇預計內地旅客來港嘅數量，同埋佢哋喺香港嘅活動模式。2003年沙士之後，香港嗰個經濟其實跌到呢個低谷啦。咁開放呢個自由行咧，其實都係想幫香港嘅。咁所以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佢哋就進入咗我哋本身香港人嘅一啲嘅生活圈，譬如街市嚇，呢個係好明顯。即係我有啲朋友咧就話啊，過嚟香港揾你飲茶，飲完茶之後買餸翻去。呢一部分嘅人口咧，其實我估即係當時特區政府可能冇預測到嘅。呢啲生活上嘅矛盾同爭議，對今日發展北部都會區又可以帶嚟乜嘢經驗呢？嗰
過去北區一直係規劃作為一個可能住宅區啦，咁但係水貨客會好多即係內地居民落嚟買嘢嘅時候，咁已經超出咗呢個地方嘅負荷㗎啦。其實係一個規劃上面、整體上面咧係有一個改變。咁但係我哋邊境其實有好多嘅土地係荒廢咗，呢一啲嘅土地其實係可以做一啲嘅經濟活動啊，做商業嘅活動啊，做零售啊等等嘅。日後落嚟香港去買嘢嘅人呢，可以去到呢一啲嘅地方呢，唔需要再逼翻起原來嘅上水粉嶺。曾經水貨店林立嘅上水新康街，因為疫情早已經回復平靜。近日仲多咗一間新嘅水貨店。水貨當然有啲關係啦，你見到有少少食字。咁當我哋成日話即係要做到真點意義嘅光復上水嘅時候，其實你趕走完佢，咁其實你成班失業都唔係辦法。我哋其實都係要有翻啲產業去支撐住成個嗰個社區經濟。羅庭輝曾經喺上水住過7-8年，趁住疫情下減租，開咗呢間專賣本地產品嘅小店。佢話北部都會區計劃強調同內地融合，發展創科同物流產業，但係如果可以同時發展一啲有本地特色嘅經濟，就可以令北區有更多唔同行業。如果你係要搞啲 GoGo Van 啊、OpenRice 啊呢啲嘅創科嘅話，你養到幾多人先？30個、50個、100個，即係幾多人需要喺度同你喺度寫 app 啊，喺度搞啲 big data。你見到其實我哋有啲老字號咧，真係上水老字號嘅醬油啊，咁其實佢哋要嘅可能係一個生產嘅位，俾佢哋去發揮，俾佢哋去搞。即係你政府嘅角度，其實係要去設計一樣咁嘅嘢，你先係可以滿足當區嘅嗰個就業人口㗎嘛。你記得同我哋講下喎，我哋自己研發啦。羅庭輝認為近年香港同內地已經不斷融合，如果北部都會區可以保留同支持社區嘅多元產業同文化，居民可以選擇想要嘅生活，兩地嘅矛盾會更容易化解。又係翻到幸福感嗰樣嘢啫。咁如果我有辦法，我喺上水去到間啤酒廠，跟住自己好專心咁樣去做啤酒，無後顧之憂嘅情況底下，咁邊個仲咁得閒走出嚟同你喺度搞啲中港矛盾嘢啊？提到產業，物流係近年其中一個深港兩地交往最頻繁嘅行業。Danny 係呢間物流公司嘅亞太區主管，佢哋過往一向以歐美客戶為主，不過近年內地嘅生意已經佔整體業務超過50%。佢話公司喺發展內地業務嘅時候，亦都曾經出現過文化差異問題。幾年前要求同事調到內地工作，幾乎冇人願意。直到近年內地發展，佢哋先至逐漸適應唔同嘅工作環境。我好記得嘅就係話幾年前同事係完全耍手擰頭嘅，完全唔同意嘅。因為點解呢？第一，佢哋又咁講啦，佢哋可能都未見過好多國內上面嘅配套係點樣啦。譬如呢家我哋講緊好多前海灣啊，上面嘅配套，南山上面嘅配套係點樣呢？其實係大開眼界嘅。佢話香港同內地融合，其實係一個溝通過程。嗰啲微信嗰啲出國內嗰啲單，老實講一句啦，細個啦，仲會諗起羅湖城啊、上水啊、帶貨啊呢啲咁嘅嘢，所以印象上面就唔係咁好。觀望翻呢10年8載嘅事情啦，國內同時係有大幅嘅進步，包括我哋外資公司，我哋對外啊、英文啊、溝通上面啊，其實呢家都做得好好。不過 Danny 認為，雖然內地喺經濟上不斷發展，但係好多外國公司仍然睇重香港擁有國際化嘅優勢，要透過香港打入內地市場。佢話香港要有更多元化發展，先至能夠喺融合過程中保留特色。
始終因為香港我哋叫做根深蒂固，我哋都比較多元化，中西文化亦都有混合到，仍然就係會叫做有個優勢喺度。但係呢個優勢係咪叫做永久嘅呢？咁我覺得都會係叫做有淡化咗出嚟，亦都係多啲其他地方國家佢配合到嘅時候，我哋咪多啲地方去有呢個優勢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嘅其中一個嘅目標咧，係去豐富一國兩制嘅實踐。我哋既係國家嘅一部分啦，得到中央好多嘅支持啦，但同時間又保留咗香港自己獨特嘅制度，譬如我哋嘅金融市場啦，我哋嗰個法治啦，以至到我哋同國際嘅聯繫。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監方舟話：內地同香港加強互動，推動融合，並唔係要將香港變成內地嘅一個城市。我們講的融合呢，並不是說兩制完全合一了，就是變成一致了啊，恰恰是要使得這個我們講的包括這個人、資金啊，這個商品，還有訊息，還有現在講的數據，這些要素呢，能夠在兩制之間呢，非常便利的，甚至是無縫的這樣的一個對接。融合呢，其實一路都存在嘅，因為香港係一個移民都市，一係有香港人離開香港，即係去大陸住；一係就有第啲地方，例如大陸有人移民落嚟住。咁個重點就係你點樣融合呢一度嘅文化呢？喺生活嘅層面咧，就已經係融合㗎啦。衣食住行其實已經融合咗。如果你認為呢一種形式都係香港內地化咗，咁但係從內地嘅角度嚟講咧，就深圳咧就香港化咗。咁所以將來咧就你可以話深圳香港化、香港深圳化啦。我覺得就都係勢在必然嘅事啦。深圳同香港喺地理同經濟上原本就密不可分，但係點樣加快融合，將會係兩地未來要面對嘅挑戰。一連7集嘅邁進北部都會區特輯，今日嚟到最後一集。究竟呢個將會容納250萬人嘅都會區，喺基建、房屋、創科等等各方面點樣起動？發展嘅進度又係咪一如預期？相信大家好快就會見到答案。